受日常，好一家3万大兵神秘历史的日常。童医生是从小乡下大嘅青梅竹马，因为阿爸19过后家泡嘅营养，从小就不时走到医生屋卡，将个位看作第20屋卡。被童医生看作老妹穷样暗想，一份亲情的感情，是伫2、3出社会过后变样的。我翻译啊，脚在这里。你不要闪，你不要闪，对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下去下去看，下去，起来，你冲过去，不是的，他呀，再加一层，补过来，在补这个地方算了，任务非常清楚，就是扮演一个专门这个前辈，然后专门欺负古兵的，也就是里面的立想，对，他就作为他的一个公司的前辈，然后运用各式各样的方式，然后有点像欺负像职场霸凌之类的。对，那我的任务就是整死他。我操！很臭。拿楼梯。哎，现在是什么情节？哎，你报仇啊？没有。